做伙跳舞。有来啦！你唱台湾话，来准备哦。大家的创伤歌啊，你咧唱啥来听拢无？大家的创伤歌，不过听起来还不错。介绍一下，大家好，我是寇秋晴 DJ J 券，我是主唱兄弟。客语主唱朱平。大家到底哪有卖啰嗦？阮是咧写一寡看袂得做的物件，包括着社会啊、政治啊。最近一直有人去骗去东南亚遐有好康的嘛，叫发现拢是金光党。阮进前就写一条歌叫《金光闪闪》，就是讲诈骗集团的代志，骗神仔的故事啊。今仔嘛表演一条歌，就是你的名叫台湾人，就是你讲什么语言，上面是讲客话，然后讲台语的。就是我的部分，我就写我家己的母语，伊的部分就是唱家己的母语。副歌的时阵，就是会南做伙，有时阵嘛有英语嘛会南入来，甚至佫有原住民语。大家的认同就是咱是台湾人，做感情。我是感觉讲，即马的少年人因的母语的能力可能无较早遐好，但是我感觉即个少年人较无共的，就是因咧写歌词去注重讲迄个字敢有正确。较早就是阮即演的定定写，毋管是华语啊、客语，定定用一寡花青文，用华语的音、华语的字去写台语的歌词，安尼是毋对的。但是即摆我看一寡新的乐团还是歌手，因的歌词拢是用正确的客话字还是台语字。大家即摆嘛有靠一款意识，我是感觉值得鼓励。阮即摆倒转去看，我较早家己有一寡台语的文化，还是词还是发音拢无介正确。但是即摆少年人伊咧写台语词还是客语词，会去学台语的一寡基本的特色，迄毋对的文化咧渐渐的改进。我感觉这是好的现象。海味61号，赞。